粵車南下駛入新階段，內地車主可以揸車直入香港市區。激動的心，顫抖的手，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了香港。以前嚟可能你要睇船期啦，咁你依家咧，你想幾時走幾時走。差唔多坐滿個仔啦。其實好多自駕遊特登揸部車走嚟西貢，我哋收到好多電話，都係嗰啲粵車南下嘅電話。兩地制度、駕駛文化都有唔同，點樣確保路路暢通？大家對填資料嘅呢個標準係冇統一嘅，所以就助成咗填咗之後會俾駁回，就會變到粵車南下。香港法規入面要求前擋係有透光度係有70%嘅，咁同我哋內地有少少差異嘅。內地其實只對玻璃會有一個要求。香港市民都唔希望有雙重標準，希望大家都係一樣一致咁樣。再驗車嘅時候，大家會進一步嚴謹一啲。歡迎收睇新聞透視。舊年11月開始，獲批准嘅粵車可以南下去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停車場。12月底，佢哋仲可以駛入市區。而家喺街上面間中都會見到 FT 車牌嘅粵車。第一批嚟香港嘅車主有咩體驗？平安夜前一日，鄭佳樂同女朋友由珠海出發去香港玩。以前去香港，佢哋都係坐跨境巴士，今次就有全新嘅體驗。非常的激動，個人車輛，可以開進香港是壓根想象不到的，因為在我們以前的認知裏邊的話，就是想要開車去香港要有一個那個兩地牌，然後的話聽說也蠻貴的。呢一日係粵車南下第2階段實施嘅第一日，合資格粵車車主可以由內地揸車直接駛入香港市區。鄭佳樂成為率先體驗嘅車主之一。現在要排隊過關。出境嘅時候，女朋友落車去出入境大廳，鄭佳樂就連人帶車行車輛自助通道。他需要先檢查一下我們的車內有沒有攜帶一些東西，然後以及車尾門給他打開檢查一下。然後後面呢，就是他指引我進入了一個通道，綠色通道，後面就是讀取證件。咁講出嚟好似好複雜，但其實3分鐘就完成，再俾埋錢。耶，上橋了。我個人的話，其實有走過好幾次了，就是坐車嘛。但是今天開這個車，走這一條橋的意義非常不一樣，因為這是一台私家車，能夠正常上港珠澳大橋，平時的私家車是不給上的。而家廣州、珠海、江門同埋中山4個城市嘅車主可以申請粵車南下。每日有100個名額駛入香港市區。咁鄭佳樂呢日用大概半個鐘就嚟到香港口岸，到埗之後即刻周圍揾同伴。粵車南下。Hello， 兄弟們，我們來到香港了，這裡是那個入境廣場，然後現在所有車輛排隊。一路行一路拍。俾佢係咪？嗨，你好。OK。為嘅就係呢一刻。來，真正進入香港了。哇塞，瞬間不一樣呢。因為我還想着應該會有點那個奔波之類的，沒想到這麼順暢，挺清晰的，全部跟着那個車輛以及指引走就可以了。不過唔係人人都咁順利，
同鄭佳樂一樣，鄧方圓都係第一批可以嚟香港嘅車主之一。呢個係我後邊車尾嗰個，咁啊一個係掛大陸牌，一個就係掛港牌咁樣嘅一個支架嚟嘅。佢先向內地部門交資料，再喺指定中心驗埋車。點知道交資料俾香港運輸署審核嘅時候，就足足棘咗13日。佢發現咗錯誤，退俾我重新提交過去。咁呢個係其實係幾分鐘嘅事情啫，但係足足等咗13日。而且大個咧就係香港嗰邊唔會話將問題一次性同你講晒，即係第一次係3個問題，咁我保證咗過去。第二次退回咧又發現咗一個新問題。咁就係因為遲咗13日，佢原本計劃好嘅香港聖誕自駕遊之旅，咁最後唯有取消。珠海又傳俾香港，香港又退回翻嚟，大家對填資料嘅呢個標準係冇統一嘅，所以就助成咗填咗之後會俾駁回，駁回咗之後咧，亦都係因為我哋呢依家係屬於第一批啊嘛，咁就冇前車資格，就冇呢個指引啊、教程啊。即係冇人會教我哋點樣走，所以就會變到越車南下。根據珠海邊檢總站嘅統計，截至1月1號，越車南下實施頭10日，只有720架私家車完成邊檢備案，比中簽嘅1700架少大概1000架。可以見到咧，其實兩地嘅融合上面咧，的確係有啲差異。有陣時咧漏咗逗號、hyphen 啊呢啲嘢咧，喺香港，或者係喺佢當嗰份一份法定文件嚟講，一定會有問題嘅。或者甚至乎咧，你影完印之後要寫翻個 true copy 啊等等嘅嘢咧，呢啲喺內地可能佢哋唔慣係咁樣做嘅，可能佢手機影完就用手機就 send 咗過去啦咁樣。胡家輝同樣係首批中簽嘅車主，佢嘅申請就順利獲香港運輸署批准，一切準備就緒。佢呢日再返到越車南下車輛查驗中心。佢專程返嚟睇嘅係有關喺香港揸車嘅教學片。嗱，原來佢哋可以直接用內地駕駛牌照換香港嘅駕駛執照，唔使重新考牌。迴旋處嘅路口咁樣咯，嗰個係要特別注意嘅，因為呢邊咧就冇咁規則話一定要停喺度讓，但係嗰邊咧係一定要停喺度讓。呢啲都係要通過網上嗰啲社交平台去學習先得。香港人多車多，喺市區揸車對本地新手司機都可能係考驗，但係胡家輝就好有信心。緊張唔會好緊張，因為我大概係知道香港嗰啲交通規則係點樣行法。你哋嗰邊咧就交通規則會遵守啲咯，即係冇乜人啊或者車啊亂過馬路咁樣咯，即係唔需要特別注意呢一樣咯，因為嗰啲人啲交通意識都比較強啲。咁除咗人要準備，車都一樣要準備。由指定驗車中心查驗，確保安全設備等等各種嘅硬件全部符合香港標準。我哋會有15項嘅一個查驗內容嘅。咁除咗我哋一啲比較常規見到嘅車身嘅長寬高啦，仲有我哋嘅車個前擋嘅膜嘅透光度啦。仲有我哋會將台車升起，會去 check 底盤入邊嘅輪胎啦、剎車啦，同埋佢嘅懸掛是否去符合香港運輸署嘅交通嘅一個安全要求。不過有越車嚟到香港之後，被發現懷疑用咗黑玻璃，即係透光度低過70%，唔符合香港嘅標準。何鏡圖話兩地嘅標準唔同，部分車主喺驗車嘅時候都過唔到透光度呢一關。內地其實只對玻璃會有一個要求，或者係對單獨膜呢個產品有要求。咁我哋目前而家喺香港要求法規係玻璃同埋個膜，佢係加埋一齊嘅時候，要有超過70%嘅一個透光度要求。咁客戶一般我哋嘅車咧加咗防爆膜之後咧，係有可能會低於70嘅。我哋可以去撕咗個膜。咁除咗黑玻璃，亦都有越車因為加裝咗尾翼，俾香港運輸署暫停出行資格。咁點解當初驗車嘅時候會過關呢？
我哋聯絡到自稱係當事人嘅車主，佢就聲稱喺廣州驗車嘅時候已經問過尾翼係咪符合要求。咁工作人員亦都諮詢咗香港運輸署，最終獲批許可。俾一啲指示去驗車中心佢哋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係咪俾足夠嘅指示佢哋去做咧？係咪完全全套按照香港咁嘅驗車去做足咧？咁樣香港市民都唔希望即係有雙重標準，希望大家都係一樣一致咁樣。喺之後可能有咗呢個經驗，再驗車嘅時候，大家會進一步嚴謹一啲。咁鄭佳樂同女朋友過完港珠澳大橋，正式開展香港之旅。不緊張，就是有點激動而已。我駕齡的話有個5、6年啦。多開車的話，只要你在內地開得好，相信自己進香港絕對不會掉鏈子。但係入到尖沙咀，好快就遇到難題。哦，這裡一條都是特色，但這裡沒得停車啊。咁趕住醫肚，佢哋泊咗入附近商場嘅停車場。點知食完飯，啱啱過咗1個鐘。因為停了1小時3分鐘，剛好超了3分鐘，就100塊錢。因為它50塊錢1個鐘，這是我歷史以來這麼多年停過最貴的一個。看有沒有空位？雖然泊車不似預期，但係冇咗2個人打卡嘅心。我就知道所有的人第一站全部都是這裡。激動的心，顫抖的手，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了香港。望住維港無敵嘅海景，鄭佳樂話：就算香港嘅使費高，都願意繼續自駕嚟香港。這一切的辛苦都非常的值得。以前的話，偏僻的地方你壓根就打不着車，而且呢，這個打車費非常的昂貴。但是現在有我們這個車以後，太方便了。當然也帶好你的 money， 消費一下，不然白來了。當局希望粵車南下可以吸引高消費客群，經濟效益係咪咁大呢？我哋下一節再睇。2024年，內地旅客喺香港消費大概980億港幣，唔夠10年前嘅一半。咁當局預計粵車南下可以帶嚟全新嘅商機。不過嚟香港方便咗，又係咪等於會使多咗？點樣先可以吸引到佢哋消費？新年快樂！譚敬堂 Mix 同朋友隨即由中山嚟到香港西九文化區倒數。我上一次倒數喺20年前嗰陣都仲係僆仔，嗰陣倒數我覺得好爽，突然之間揾翻啲後生嘅感覺。唔止揾翻青春嘅回憶，咁同時都帶嚟全新嘅體驗。因為有粵車南下，佢今年第一次嚟香港倒數。呢個景係真係靚，呢個景靚。2026年拍個好碼頭啊，馬年啊嘛。今年本港取消咗除夕維港煙花匯演，改為喺中環搞燈光 show。但 Max 擔心人生路不熟，今次冇揸車過海。我哋冇辦法獲取得到邊度封咗，邊度有活動。可能我想去嗰個停車場去睇維港嘅景色咧，大家都會去嗰度泊車去望維港噶啦。咁但係我唔知嗰度有冇活動嘅話，我就決定唔去，好過去啦。如果咪去到嗰度發現條路 block 咗咁，係嘛？咁倒數之後，佢哋即刻出發返中山。2024年元旦，大批旅客倒數之後趕返內地，多區通宵出現排隊等車嘅人龍。不過 Max 今次上高速公路之後一路暢通，唔使1個鐘就去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以前嚟可能你要睇船期啦，你要睇翻火車幾時開啦。咁你依家咧
有自己架車咧，你想買乜你就買乜啦。咁跟住想幾時走幾時走，因為條橋係24先至通關嘅。我可能帶老婆仔女過嚟鎮咧，咁我就會覺得喂，唔係喎，咁好可以嚟 hea 一 hea 唞下，咁我再住一晚，或者我可能去邊啲郊野嘅地方去玩啦嚇，咁我其實會發掘多啲新嘅嘢咯。元旦第二日，西貢呢間海鮮酒家過咗午飯時間，仍然有唔少遊客食飯。負責人吳偉倫留意到，粵車南下實施之後，多咗批內地旅客揸車入嚟西貢，為咗吸引佢哋幫襯，酒家專登推出免費代客泊車同特別優惠套餐。其實差唔多坐滿個仔㗎。其實好多呢啲咧自駕遊嗰啲咧就特登揸部車咧就走嚟西貢，就我哋咧就收到好多電話，即係屬於都係嗰啲粵車南下嘅電話，即係問我哋本身咧有冇停車位啊？譬如周邊有咩地方好去啊？我哋會提供意見咯。譬如可以有高爾夫球場啊，又或者出下玩下，或者去行下山啊。咁酒家喺正停車場隔離。拍攝期間就見到有 FT 車牌嘅粵車泊喺度。吳偉倫話：唔少粵車客都係一家大細過嚟，佢哋更加捨得使錢。譬如芝士角龍蝦啊、椒鹽埋料蝦啊、辣酒花螺啊，即係佢哋要即係用翻佢嘅口味嚟烹調翻佢哋嘅喜好咯。好多嗰啲咧就唔係話一定去到市區嗰度幫襯嗰啲，即係遊客區買嘢啦，自己有部車。即係嚟到香港佢哋中意喺周圍咧講嗰當地嗰啲咧特色嗰啲美食啦。咁政府預計粵車南下有助吸引消費力更高嘅新客群自駕嚟香港旅行、做生意、出席展覽或者會議等等，為本港旅遊、零售同埋餐飲業等等帶嚟新商機。咁尖沙咀呢個商場12月底搞咗個市集。咁除咗本地客，佢哋今年嘅目標客群亦都包括粵車南下嘅旅客。因為你揸得車落嚟，其實你都係諗住一架車你可以載翻多啲嘅戰利品翻去自己屋企。我諗香港嘅特色有我哋自己好多嘅本土產品，其實係好深受歡迎嘅。無論係內地或者國際客都會覺得好有特色，即係譬如用香港嘅貨幣都可以製造到一啲織物出嚟。舊年7月，政府公布落實粵車南下之後，佢哋已經睇準商機，落重本喺停車場裝免觸式汽車系統，咁仲加裝埋國標專用嘅充電樁，方便內地電動車嚟充電。我哋見到已經係有人用，呢個係真嘅。其實可能呢啲消費者佢喺香港自己都可能會有樓㗎啦。咁所以好多都係高消費嘅一群啦。咁佢哋會落到嚟係真係會利用呢個運輸去帶動一個消費。咁政府話，截至1月3號，粵車南下有近2000宗申請入境市區，近400宗預約。咁相信節假日嘅時候會特別受歡迎。咁沙田呢個商場亦都留意到，近期多咗一班粵車車主一家大細嚟行街。咁我哋見到呢班客人啦，咁其實嚟到商場咧，佢哋都會好鍾情一啲本地嘅特別嘅貨品啦，可能一啲限量嘅波鞋啊，或者一啲食品啦。咁因為而家有架車嘅關係咧，佢哋會選擇買多啲唔同種類嘅嘢啦。農曆新年嚟緊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呢班嚟緊啲應該會多啲落嚟香港辦年貨啊，買啲應節嘅用品嘅。但呢班客群消費力究竟有幾高？商場話仲需要更多數據去分析。而家首要嘅係諗方法留佢哋喺香港過夜。因為我哋知道粵車南下嘅佢哋亦都可以逗留最多3日啦。咁我哋相信佢哋可能會留喺節日上會留喺度。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同我哋集團嘅酒店去合作啦，希望吸引呢一班顧客嚟到我哋商場，因為我哋商場亦都有酒店嘅設施，咁可以將成件事一個即係 journey 咁樣俾到我哋嘅顧客咯。不過聖誕同新年假期過後，呢間位於尖沙咀嘅5星級酒店，咁雖然做足準備，但一個粵車南下嘅過夜客都冇嚟。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hotels and hotel rooms in Hong Kong at the minute, with 100 cars a day, it's quite a small amount. I think at the minute, most of them would be day trip.
overnight, I don't see a big significant overnight number. 咁點樣先可以令呢批高消費客群肯喺香港消費？莊俊文話：期待有多啲數據俾業界參考。Is it for work? Is it for leisure? You know, business. So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that people might travel into Hong Kong. So once we can work out exactly what these people, what the guests are coming into Hong Kong to do, then that's when we can tailor make our packages for them. 住喺珠海嘅 Watson， 元旦過後趁住假期揸車嚟香港行街。一嚟到商場，佢已經有目標，咁就係嚟搶內地斷晒市嘅盲盒。幾分鐘就使咗大概500蚊。我看前段時間在內地網上一上線呢，就基本上不用1秒鐘就沒了，就你很難買得到。然後去線下店呢，就有時候可能這個店有那個店有，但是就不一定能搶到咯。但香港反而過來呢，有的時候會能找得到。2024年內地過夜旅客嘅人均消費係唔過夜旅客嘅3倍幾。呢日行街買嘢食飯，連埋隧道費 ，Watson 總共使咗4000幾蚊。不過佢最後都係決定唔留喺香港過夜。因為我看最近好像香港的酒店還都蠻貴的，比之前呢，我個人感覺上是會貴了一點點。我覺得這一方面的話，可以如果價格合適的話，還是會考慮。比如打算去多幾個地方玩的情況下的話，就可能會考慮過夜。但如果單純是購物的話，對於我來說，其實1天來回也完全足夠。政府話香港可以透過粵車南下融入大灣區生活圈，惠及本港各行各業。成效係點？相信好快揭曉。今集新聞透視講到呢度，再見。